而家新居屋通常都係一式一樣，而且間隔牆同地板都需要業主自己搞掂。今日咧就帶大家參觀一個特色嘅居屋單位，係啱啱入伙㗎。講到明特色嘅話，一定係有啲少見嘅元素啦。想知係點？跟我過嚟啦 ，Let's go！單位大約400尺，住咗業主夫婦同佢2隻貓貓。裝修後間咗2間房，用咗業主中意嘅深色做主調。一入到屋咧，就見到一個好少見到嘅設計。業主因為驚2隻貓貓走失，所以特登用咗特色地磚同埋家私，做咗一個獨立嘅玄關位。玄關一邊係梳化凳同鞋櫃，可以放得落30幾對鞋。另一邊有窿窿板，可以掛下手袋、外套。旁邊仲有一面全身鏡。玄關更加咗盞吊燈，增加照明。吊燈下面嘅櫃其實係貓屋嚟㗎。上面2層係貓貓瞓覺嘅地方，最下層就係用嚟放貓砂盤。玄關仲加咗個玻璃窗，咁業主就喺玄關都可以睇住佢哋啦。因為男業主中意訂飛鏢，所以設計師利用咗廚房同廁所嘅走廊位，做咗個訂飛鏢位。走廊其餘空間都冇浪費，做咗一個入牆櫃，可以放大型雜物同埋雪櫃。中間仲有個中空位，放下小型物件，夠晒實用。嚟到客飯廳，梳化後面呢就做咗深淺啡色嘅護牆板，仲有橙黑色嘅石紋生態板，營造出層次感。另一邊亦都做咗唔同層次嘅色板，電視機可以掛牆擺放。客飯廳用咗無主燈設計，2條路軌燈加2邊滲燈做照明。經過4人餐台，設計師好破格咁用咗2邊玻璃趟接門間咗一間書房出嚟。趟接門可以完全打開，陽光直射入飯廳，有需要嗰陣就閂埋，可以變成獨立空間。書房入邊有升降電腦台，側邊仲有文件櫃。主人房喺客飯廳隱藏門後面，呢度做咗個大型入牆衣櫃。原本呢個呢係細窗嚟嘅，但因為景觀唔靚，所以用咗幅掛畫嚟修飾。廚房原本係單邊工作台，設計師大改造之後變成3邊工作台。因為要放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所以星盤移咗去轉角位。雖然係明火煮食爐，但係櫥櫃下面仲放得落焗爐。廁所用色同廚房差唔多，最特別係沖涼位，地下係一塊岩板企缸石，本身已經做好斜水，因為冇罅位，所以易啲清潔。睇完晒成個單位，係咪覺得好特別？一啲都唔似居屋呢？呢度嘅裝修一共用咗45萬，有一半係工程嚟嘅。業主另外為全屋裝咗智能家居，燈、冷氣、窗簾全部都可以聲控㗎。唔知你哋又中唔中意呢個單位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想睇多啲靚盤嘅話，記得 like 我哋 Facebook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咁就唔會錯過更多嘅資訊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喂 Siri， 熄下廳燈。